坐上擂台，都生花，用的你家己身影，真正退去，家故乡就难送别对待客中。都会讲，无伴无哭无见舞，三万大饼浸落湿，隔壁啉湿拄来相识。故乡，家的故乡。阿公黑发渐渐讲，阿爸偷情阿甘妹，落天三更三推人，爱声阿公哈卡苏。你有听过暗号堂的 R&B 的客家歌吗？列参的啊，作为唐东道新人新的乐团，又带来新的作品。来熟悉佢哋咧，冇幾久嘅時間，不過佢哋唱歌太厲害，我哋發現講，哦，佢哋有三首係客家人，今邊嘅泰來賓就係 HTJ。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哋係 HTJ。今日當歡喜來到福喜來咧，我係大鼓嘅李宗，我係祖松。苏童，我是客家人。我是贝手阿斯，很高兴来到这边，谢谢大家。我是家手冠浩，我有那么一丁点的客家血统，很开心来到这边。好了，欢迎四位，拍手拍手。哎呀，这个我终于碰到你们了哈！之前谢谢你们上我这个电台的节目，我就发现我们在私下聊天嘛，我好像是跟团长对不对？是我先跟团长聊天，团长说我是客家人啊，然后发现你也是客家人，市长也是嘛。我先问一个人，这个人上次没有跟我讲，吉他手，你是谁？我是家手。我说你是谁啊？冠浩。冠浩。好，你为什么那天没有跟我说你是客家人？其实我有一点点的，但是因为后来就你不要为了要上福气来了。真的，我今天还有去求证过。今天来求证吗？对，我还问了一下爸爸，然后请爸爸其实是爸爸的那个。算阿嬷嘛，爸爸阿嬷，我要叫阿昼。阿昼，对，是客家，花莲那边。花莲，对，花莲有懂了哈，感恩花莲的朋友哈。那这个团长是哪里客家人？哦，我是美丽好，你刚我懂章哦，还有在说吗？就是其实比较会听说就还好，因为在家里就是我爸妈他们都平常都会讲客家话。因为我为什么觉得你很会说呢？因为其实这真正客家人他不太会说了哈。市堂是哪里客家人？我阿公是新竹，新竹，然后阿嬷是，阿婆是苗栗，阿婆是苗栗，对。哦，还会听一点点吧。我应该会糖哈，没会捅，会糖，会糖，注抄哈。还有就是唯一不是的，没关系。这个我们的贝斯手对不对？再介绍一次，你是谁？我是贝手阿斯。是，先恭喜你们发行了新的EP， 受到很多人的喜欢。谢谢。那还是得要跟很多现场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说一下，为什么要叫 HTJ 呢？你知道我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一些手机的名字。HTJ 团长来讲一下，就是。因为 HTJ 它是周星驰的电影《九品芝麻官》的英文片名，叫做 Hail the Judge。那我们就是取它英文片名的字首，当做我们的团名 HTJ。为什么会有这个机缘想要取这个团名？因为我们当初其实会取团名，是因为我们赶着要去报名参加一个音乐比赛。
哦，对，然后我们在苦恼团名的时候，刚好电视上在播九品芝麻官，对啊，然后冠号就起哄，不然我们就叫九品芝麻官好了。真的假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取个英文名字，感觉比较神秘一点。然后大家也就没有意见。对对对，而且缩写其实还蛮好，大家都会去猜啊，对不对对啊？H 是什么？T 是什么？J 是什么？对不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还这样蛮好的，而且讲过之后大家会记得，以后看九品芝麻官配乐都要换成你们的。这样好不好？不过我很好奇，因为这次出的是这个华语专辑，你们特别为了节目还唱了一首客家歌，来介绍一下客家歌吧，是他。其实客家歌这首歌是立中的爸爸写的词。哦，爸爸写的词。对对对对，真的吗？对哦，我爸他其实是外省人。哇，然后呢是先写国语词，然后你翻成客语吗？没有，因为我爸就是其实在这首歌的故事里面都有提到。就是我爸他从小是在客家庄长大，是哪里的客家庄？也是苗栗的头份这样。对。那这首歌里面大概就是因为我爸是用我的角度去描写我阿公的故事。哦。对，因为我阿公他是第一代外省人，是，他是19岁的时候来到台湾，然后就是真正是阿公的故事了。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来到台湾才发现。他回不去了，对，然后就是在这边落地生根，对对对，然后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族群认同上面的矛盾，这首歌大概就是在写这样子的故事，这样的心情，对不对？对对对。那当初怎么会有这个歌？不是因为有这个歌产生，你们这个歌有拿去有发表过吗？我们一开始会写这首歌，其实我们是想要去报名比赛。哦，该不会就是这个团名出来的时候要去比赛？不，另外的。另外的。对对对对。OK。那后来就是很幸运的没有得名。所以我说你就是注定要来上福气来啦，对，就有机会把这么好听的歌就是介绍给大家。但我要问一下主唱喽。世堂这个歌声没话讲嘛，从选秀比赛出来，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唱你自己的母语，你刚唱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是很特别的感觉，然后，而且我觉得它好像相对国语又好发挥一点。对，就是好像很不一样，而且对，因为你自己写一中流就是客家的那个，所以那个语言对你来讲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你 R&B 的唱腔，真是吓死人了。谢谢。因为观众朋友底哈，你按 Q 了，看到 HTJ， 大家都知道啊，他可是有台版贾斯汀的那个称号。贾斯汀来唱客语歌是有多厉害啊？是不是？4个人在组成的时候啊，大概多久的时间？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到现在4个人是2年，对，4个人是2年。对，来言下之意，一开始是谁？对，一开始是我、冠浩还有阿斯，对。哦，你们3个人是一个团，对。然后你们做的音乐风格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没有主唱，所以我们就是比较是练习一些纯演奏、纯乐器的曲目这样。那我们一开始组团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我们3个在练功，就是想要再精进这样。那怎么会碰到这么好的主唱？你刚刚是不是停了2秒？讲到这么好的主唱，我以为他要继续讲了。没有。哦，其实是因为就我其实大概在5年前的时候，在淡水开一间早餐店。到现在还有吗？对，还开。淡水哪里啊？真理大学。真理大学。对，你要在真理大学后门开了一间早餐店。那我开了早餐店，大概过几天之后，我发现楼下是一间练团室。啊，怎么那么特别？对，这样子楼上会比较便宜吗？不会比较便宜，没有比较便宜，因为我当初也不知道楼下是练团室，这等于是我快要下班的时候就发现有鼓的声音啊，会有贝斯声从下面传上来，然后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开始来吃早餐，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就是楼下的乐手来，对，然后来吃早餐。那这么多团来吃早餐，你怎么独钟他们这一团？因为我们脸皮比较厚，还是他们点餐比较机车？没有，他们没有机车，我们都点最便宜的。所以就是因为吃早餐，然后聊起来，对，然后就想说来玩玩看这样子。对。那总得有测试吧？譬如说，因为你一定有听说他很会唱歌，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团很不错，可是总得有磨合，就是一开始怎么样去测试，就好像说他到底唱什么歌适合我们乐团，或者说这个乐团的风格是不是适合我张世堂？因为一开始他们会找我聊天，可能是因为我店里放的音乐，因为可能店里放的音乐像那个 Mariah Carey 或 Michael Jackson，对，然后
他们那时候有来找我，大概聊了一下音乐，就觉得说早餐店怎么会放这种对，一般不会放这种很特别音乐。对啊，那之后可能就觉得跟他们的想要玩的乐风比较近一点。那我之后跟他们聊一聊，我也发现，因为其实我之前玩团也是玩 rock， 但其实我自己很喜欢 R&B， 对，然后就一拍即合，觉得说，哎，好像有机会可以玩玩看。那他们就，当然他们有丢一些歌给我试啦，对，丢一些歌给你试。那什么歌呢？等一下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测试，让他们4个可以组成 HTJ。待会见。非常中的 f o r Hero， 今比 f o r Hero 抢到嘿，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很优质的乐团。我们欢迎 HTJ。大家好，我叫黑 HTJ， 我是鼓手立中，改黑主冲司统，我是贝手阿斯。奶黑吉他手冠浩。哎呀，你们这个，我其实从第一次见到你们嘛，我记得好像第一个通告就来上我的电台节目之后，我现在看到你们也有不一样的感觉出来了，因为经历了一阵子的表演演出，对不对？你们从7月开始到8月，一连串的演出下来，我倒很想问问阿斯好了，自己现在当发片歌手，就乐团就是发片的艺人了哈，心境上有什么不一样？心境哦，因为我这个人比较 peace 一点，就是我是比较属于算理性嘛。对，你蛮理性的。对，可是有时候会理性过头，有那种，所以我平时一开始接触到现在，有啊，现在就是习惯这种步调，就是维持着自己的步调。对，一开始我只想要2个字调整，因为你一下接受到那么多事情要做，然后你还要顾原本有的东西，像其他事情，那可能一开始的阶段都是在调整自己的生活模式，是，还有自己安排时间什么的。那现在我自己最直接感觉是，就是比较习惯。比较习惯，然后心态上就是比较不紧张啦，对，然后就很淡定了，是不是？对，一开始虽然说我可能没像表现出来那么害怕的，其实一开始没到害怕，一开始会觉得会有很多说，哎，这怎么做啊？我不知道，很紧张啊。现在就慢慢能够跟上这些 tempo。现在就是有一种就是，哎，要来了，就来了，对，就来了，就来吧，就来吧，对，就来吧。好，刚我们上一段节目有讲到，这关于考试这件事，因为毕竟是3个，好，你一个。你记得他们那时候出什么考题给你？他们出了一个很经典的黑人歌手，叫 Luther Vandross。那不就是正中下怀？正中下怀，正中下怀，就是哇，这就是我要的。而且你想说，怎么会有乐团要出这个考题给我？真的。然后呢，你那时候怎么样接受他们的考试？我那个时候我也是我虽然很喜欢，但是我还是会紧张，因为我一阵子没唱歌。是。然后我就去 YouTube 下载那个卡拉的版本，卡拉。然后我就自己先录了一段，然后传给他们听。你坦白讲，这一段录了多少次？大概10次左右有吧。哎，表示你虽然很短，表示你对他们很用心。对，因为我也想要录出我自己想要的感觉。然后也很希望他们可以听到他们要的你的声音的那个部分。那今天现场来原音重现。好啊，这首歌叫做那个 Never Too Much。好，来。Myself, don't want nobody else to ever love me. You are my shining star, my guiding light, my love fantasy. There's not a minute, hour, day, or night that I don't love you. You're at the top of my list, cause I'm always thinking of you. I still remember in the days when I was scared to touch you. How I spent my day dreaming, playing how to say I love you. You must have known that I have feeling deep enough to swim in. That's when you opened up your heart and you told me to come in. Oh my love, 1,000 kisses from you is never too much. Yeah, yeah. And I just don't wanna stop. Oh my love.
Too much, never too much, never too much, never too much. 团长，你当时听到他给你的音档之后啊，你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蛮惊艳的。对啊，我想说怎么这么快？因为我们给他的时间，他交卷的时间超快的，真的吗？有点被吓到。他虽然说，你知道他刚讲，我问他说就是录了大概10次，你知道这件事吗？其实这件事我不知道，对。但是你听到就是非常惊艳，你有跟他们俩讨论吗？有，我有传给他们。然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经验。对啊，大家就黄莺出谷。对啊。就觉得黄莺出谷，你讲出口。我的声音很粗，应该不是黄莺。那我要问一下，你们3个后来有投票说，我们决定要这个主唱吗？还是说你们一致都通过说，我们来找他谈一谈这样？他其实是我们第一个想要就是试的人，所以你们后面还有大概9个还是10个？没有，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风格的主唱还是因为你们吃早餐都没有付钱，找到了还是找他好了。对啊，就我觉得那个这种风格的主唱不好找，然后其实我们也是抱着就是姑且一试啊，没想到就一试成主顾。没错。好，我这样讲啊，我觉得就是大家虽然合作那么久了，我还是要考一下你们。来我节目，来白板，吉他拿好，白板跟笔准备好，总是要考一下默契啊。不知道我会来这一招。完了，真的，自己拿笔，好，我还是要考一下默契啊。所以呢，我现在来不能偷看别人哦，写自己的好不好？完了，这个超没默契。来，超没默契的自己说。好吧。好，很简单。请问，第一题，请问谁在团体中啊，在音乐上好了，控制欲最强？请作答。干嘛看别人？团长不要看别人，来，请作答。谁？就是说我坚持就是一定要，你可以写自己啊，没有关系。一定要选一个。对，一定要选一个人的话，快一点，我们时间有限，好不好？来，看一下，好了没？我数3，接板哈。团长们很认真，你考大学联考是不是？1、2、3，我看。创作者。其实我是跟他是一样的。我跟他是一样的，其实就张志豪。没有。哦，你跟他一样的立中啊，没办法，就是只能选一个你可以把我擦掉吗？为什么让我？好吧，既然团长比较伟大，其实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对自己音乐的坚持啦。可能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就是既然要让主唱好好的表现嘛，所以有时候你有意见也是正常的，毕竟你年纪比较大，硬要讲这。对啊，我年纪很大。来，换一题。请问谁的偶包比较重？因为毕竟他们刚刚一出场就有那种偶像的感觉。大家好，我们是 HJ。谁有偶包？请作答。这题这是故意的吧？现在分数最高的那个人，这题这是故意的，这题应该这有点那个哈。对啊。好，来，请作答，来，请一次通过。现场那么多人不会拍手，是不是？你真的很厉害，你果然是主唱。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偶包啊，那是相较于他们之下。你明明刚刚就有偶包，你刚刚唱歌有多帅？贾斯汀，贾斯汀，是不是？很会。贾斯汀，好，再来一题，认真的，请问，你曾经在这个团里面啊，做过付出最感人的事情是什么？我自己这个团付出最，你觉得你自己觉得哦，你觉得你付出最多的是什么？看这个团完全都没有付出啊，骗你的，很难吧？大题目哈，譬如说，叫对方起床啊，或者说，譬如说，有一个人真的没有钱了，我们真的就去吃个饭嘛，或者是说，好难哦！你看看这4个人感情多不好。这题比刚才前面2题都难很多。很难哈，来，请作答，简单就好了。好了，来咯。果然是那个，我觉得贝手跟吉他手还比较厉害一点。你看看你们团长跟主唱2个，尤其是张世堂。来咯。1、2、3，请翻牌。
哎呦，这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不知道哎，这是什么意思？其实你平常载我们还蛮感人。对啊，对啊，那他们好那。对啊，我觉得要团长，你真的会说话啊！真的，他在我们都不会跟我们收油钱，也不会收停车费，他都自己吃下。对，自行吸收，还有常帮我们，有时候还有免费的红茶店、早餐店可以讲。不过我觉得从这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就是写歌编曲啊，就是你们真的都很专心，在可以让自己的团让更多人听到，更多人看到。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虽然说也许他写的是问号。但是问号的另外一个解答是，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其实你已经跟他们融为一体了，所以你会觉得他们做很多事情都是，就是为了我不觉得，就是付出，特别是付出，对，或特别付出多少，特别多或特别什么，就是需要的，对，好啦，不行，再问一题好吗？可以再问一题。好，广告之后回来，让你们好好想一想，我不会先跟你们讲，等下问哪一题。广告等下之后呢，还有更多的 HTJ 哦。好，对，两下问最后一题，现在问最后一题了，好不好？这一题赞，你很不错。好，刚刚问了那么多题，这一题很重要了，因为恭喜你们发行新的 EP， 你们自己哦，用一句话介绍你们自己的 EP， 一句话。请作答。一句话，一个词也可以吗？可以，一个词也可以。用你自己认为的一句。哎，你已经回答了，是不是？有预测的能力，也很好。可以了吗？5、4、3。张世堂是要写情书吗？没有，我2个字啊。好来，现在来到现场是 HTJ 哦，今天最后这一题呢。就是要问一下，你们自己总对你们的新专辑有些想法，用一句话、一个词介绍你们的专辑。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好了。来，一个字，好紧张哦。这个行，哇，很油啊！你是 rock 自己也觉得很油的，很油啊！上节目嘛，没有啊。可以，怎么说？你解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的作品就可以算代表我们，对。然后我们只是希望说，我们的作品可以像，大家。有点呼应大家的心情啊，或日常生活，主要是日常啦。然后可以想到我们的歌，然后可以把自己投注在里面。太好了，对，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这4个人谁年纪最小？他们2个算同年。哦，同年哦。对啊。来，团长呢？前辈在前面，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因为我们4个都很喜欢就是黑人的音乐，但我们。喜欢归喜欢，就是你实际下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有很多你想不到的问题。然后也一直要不停的学习跟进化。对。那我觉得就算这张专辑我们大家都很用心的在做，但是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对啊，就是不要停止学习。对啊，这就当做是我们现阶段的一个记录。就是对，把这件就是先让大家认识你们，然后接下来往下走需要更多的能量，然后你们要展现更多别人不知道的，对不对？你呢？很好，你看果然，他们果然是同年纪的哦。好，温暖，来你说。我觉得这张专辑的这3首歌都会有一种，就是以爱为出发点嘛，所以爱就有温暖的感觉。其实我们有写一些在这张专辑没有发的歌，那些歌的感觉其实是比较更不一样。但我觉得这张都代表的感觉是有温暖的，是温暖的。所以你说中了，就是接下来你们有很多的计划。等一下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在这个阶段里面得分最高的世堂，他对得分王他要说什么？看写什么？我觉得我写的他们应该知道哎。我看。不是啊，还是大哭？不是啊，哭。乡愁是很老派的。初中不会，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在很多时候，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阶段，你一开始有做什么事情想法的时候，你可能做一段时间，你就忘记你自己一开始要的是什么，对不对？对。你说？我觉得这个跟年纪可能有很大关系。所以就我的感觉是，像周伟哥刚刚说的，其实就是完全是我现在这个状态的想法，包括感情吗？我觉得我这3首歌其实
对，像这张单曲，这就是爱，其实就也是一个，如果你说感情的话，没有错，就是我觉得到了一个年纪，再回去反刍一些，对，你觉得你快要遗忘的东西，是对，所以我觉得初衷除了在工作、生活的每个方面，我觉得都很需要，因为随着时间跟过程，对，还有环境，其实你会变，但你会知道你在变，可是你要去抓哪一些东西，我觉得可以变，哪些东西我不能变的时候，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回到最初的那个理由、热情、跟想法、跟爱。对，就是这张专辑，而且这张专辑很特别，每一首歌的歌名都有爱，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团很特别的地方。虽然说他们个别啊，刚刚是用很开玩笑的方式，这是我每次碰到他们都会让我充满能量的一个方法。除了充满能量之外，你们自己在做专辑的时候，就像团长说会碰到低潮啊，怎么度过？团长？大概就是吵架吧，没有了。吵架有真的吵架过吗？没有了，没有吵过架，我开玩笑。就争执。也不会，就是沟通了。找女朋友吵架吗？其实是沟通了。对啊，我们没有真的吵过架。刚才那个是开玩笑的，想要制造一点效果。那我也想知道，就是现在有了很多我想很多乐迷们喜欢你们的歌迷朋友，只有3首歌这么少，接下来下半年接下来有什么样特别的计划？对这个 HTJ 这个团，我们是他。其实下半年还有很多活动，然后在筹备这些活动的当中，我们会把我们像刚刚说，我们其实有一些歌还没有发表，是，所以这些歌我们都会拿回来再陆陆续续对练习，然后在一些活动的场合上面会发表。因为刚刚我们看后面背板哦，你看8月份已经跑完这么多的活动，紧接着后半年有任何的活动都要到你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吗？对，搜寻什么呢？大家可以上脸书搜寻 H.T.J 写一下，这个时候就要写一下。好来，对，就是可以找到我们的脸书粉丝页。对，那关于我们的任何的活动啊，我们的大小事，都会在粉丝页上面。是，就是大家如果觉得我们不错的话，可以帮我们按个赞。对，只能按1次哦，不能按2次哦。对，按2次就取消了。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们下半年有个最大型的活动，对不对？在几月几号？在12月18号，我们会在西门町的河岸留言，就是红楼河岸留言，我们在那边会有一场我们的音乐专场，是对，那它就是我们会节目时间会比较长，然后我们会有很多跟我们这些音乐分享会不一样的音乐节目，等于是那一天你们要交出一个很重要，从发片到那天为止的很重要的成绩单了，是，对，会紧张吗？我来问一下淡定王。淡定王，不会，真的吗？我真的一点都不会紧张吗？不会。那我还没有到。那我来问一下，我自己看起来他会很紧张的吉他手，我其实不会很紧张。为什么？你也不会紧张？对啊。那你知道我们这本团最紧张是谁？让你猜。紧张王应该是你。 No， 不是我。是你。是我。我想当团长都会有，可是他看起来最不紧张啊。就是要沉着，假装沉着一点，可是谦卑再谦卑，对，谦卑再谦卑。对，然后我上之前表演，其实我是会紧张到胃痛。哦，对，可能在打第1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胃在痛这样。真的吗？对。好啦，这些我都希望在10月18号不要看到，因为我相信你有这么长的时间准备，我觉得会有更多的好朋友到现场支持你们，好不好？好。刚刚今天讲那么多，总不能够都不继续考个试吧？来我节目都要考个试，好吧？不要说我这主考官哈，就是不好。来唱一下专辑的歌吗？我可以加入吗？可以，太好了，我可以加入哈。可以。这不能怪我，如果我唱不好的话。不会。我一直觉得他太会唱歌，他这个团太厉害。唱什么歌？就唱我们的专辑同名的歌曲。好哦，叫《这就是爱》。这就是爱 ，HTJ。太多错过，太少逗留，或许这一次相遇就印证奇迹。天使降临，我不怀疑，这就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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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得奇怪，我变得好奇怪，好奇怪，可不为见面而期待，想念是爱，想。
回头来 ，baby， 和镜子里的黑眼圈对白。